大家好，我係 Winnie 溫哥華嘅地產經紀。今日咧為大家介紹一個間隔實用、交通方便、位於高貴林 Burwood 林區嘅兩房兩廁嘅單位。呢個單位嘅地址咧就係 Unit 104-607 Cottonwood Avenue。咁呢個單位咧就係由 Polygon 建造嘅，係一個木結構嘅矮層公寓，樓齡咧就有8年，室內面積咧就有882尺，同埋咧有個超過100尺嘅私家花園，附帶一個車位。而家嘅叫價咧就係65萬9。咁入去參觀單位之前呢，不如咧我首先同大家睇下附近嘅環境先。呢座大廈咧就係位於 Cottonwood Avenue 上邊嘅 Cottonwood 咧就係一條內街，咁街嘅兩邊咧都可以泊車嘅。咁喺呢座大廈嘅斜對面呢，就係 Cottonwood 公園。咁而家呢個公園呢，就擴建緊嘅，遲啲咧就會增設多幾個網球場。對於有小朋友嘅家庭嚟講咧，呢度都好方便嘅，因為咧過條馬路咧就已經可以去公園玩啦。咁由呢度行路9分鐘嘅話咧，就可以去到 Burwood 林嘅 SkyTrain 站。SkyTrain 站隔離咧就有 Safeway 超市、YMCA 社區中心，同埋咧有好多唔同嘅餐廳嘅。咁喺呢度揸車大概7分鐘咧就可以去到 SFU， 上 Number One Highway 咧同樣都係7分鐘嘅車程。咁住呢度嘅話咧，出入起上嚟咧都好方便嘅。咁附近嘅環境咧就介紹完啦，我哋而家入去個單位睇下。我哋而家咧就入到嚟單位入邊啦。咁呢個單位嘅室內面積咧就有882尺嘅，差唔多咧有900尺。咁間隔咧係非常之四正實用啦，同埋咧亦都冇任何嘅浪費空間嘅。喺門口嘅右邊咧就有個凹入去嘅位啦，啱啱好咧可以擺一個細嘅鞋櫃，又或者好似屋主咁樣擺一張細嘅長凳啦，方便出入嘅時候咧換鞋嘅。隔離咧就係有個入門嘅衣櫃，對面咧就係廚房啦。咁呢個廚房咧就係採用 U 型嘅設計啦，三邊咧都有做到櫥櫃嘅，有非常之充足嘅儲物空間。咁呢個廚房嘅電器咧，全部都係標準 size 嘅電器啦。煮食爐咧就係採用明火煮食。咁煮食嘅天然氣咧就已經包括咗喺管理費入邊㗎啦。管理費咧就係440蚊一個月。咁呢個廚房嘅台面咧就係採用石英 quartz 嘅台面，打理起上嚟咧亦都係非常之簡單嘅。咁喺另外一邊咧亦都做咗一啲位啦，可以擺吧凳嘅。廚房咧就係連接住飯廳嘅空間啦。咁而家屋主咧就擺咗一張4人嘅長餐台啦，不過咧如果要擺放一張圓形嘅餐台咧都冇問題嘅。再過嚟咧就係客廳啦，咁呢個客廳咧係相當之闊落嘅，而家擺咗張咁大嘅 L 型 sofa 啦，都仲有好多走動嘅空間嘅。咁呢個單位嘅樓底咧就有9尺高啦，同埋咧客廳、飯廳咧都係採用 laminate 嘅地板嘅，咁打理起上嚟咧亦都係非常之簡單嘅。咁呢個單位咧就係一個地面嘅單位啦，客廳咧就係連接住一個室外嘅私家花園嘅。咁呢個花園咧就有成100尺咁大嘅，咁好適合種一啲植物啦、barbecue 啦，又或者係有多一個額外嘅空間咧，俾小朋友或者係寵物去活動嘅。翻入嚟室內啦，咁呢個單位咧就有2間睡房同埋2個洗手間嘅。2間睡房咧就喺客廳嘅兩邊啦，咁樣就可以多啲 privacy。我哋咧睇咗主人房先，主人房咧而家就擺咗一張 king size 床啦，但係咧仲有好多走動嘅空間，同埋咧可以做到3邊落床嘅。呢間主人房咧仲配有2個大衣櫃嘅，咁穿過兩邊嘅衣櫃咧就係呢間主人房嘅套廁啦。呢個套廁咧就配有2個星盆啦，同埋花灑淋浴。最後咧，我哋睇埋第2間睡房啦。咁而家呢間睡房咧，屋主咧就用咗嚟做 home office 嘅。不過呢間房嘅面積咧都唔細嘅，有成10尺乘9尺2，要擺放一張 queen size 床咧都綽綽有餘。喺呢間睡房嘅對面咧，就係呢個單位嘅第2個洗手間啦。咁呢個洗手間咧就係跟浴缸嘅，同埋咧洗衣乾衣機咧都喺入邊。單位介紹完啦，咁呢個單位咧，除咗間隔實用、交通方便之外咧，價錢咧都好合理嘅。我覺得咧就好適合一啲首次置業等緊上車嘅家庭。我會喺嚟緊嘅 weekend 7月11同埋12號咧做 open house， 歡迎到時咧大家過嚟參觀。如果大家咧想預約其他時間睇樓嘅話咧，歡迎隨時揾我。今次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